考题中常常会出现问你的喜好、想法或是做法。当我们遇到这一类题目时，你要能够学会自我表达。现在，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这类题目的回答方式。问你最喜欢的是什么？可以用这种简单的回答模式。我亲好嘅，我最喜欢的。后面再接上问题问的类别，比如问的类别是最喜欢的书或运动等等，然后再接上嘿，我亲好嘅嘿，我最喜欢的是什么？再来教大家一个连接词含you的用法。当我们的答案有好几项时，我们可以在最后一个项目的前面使用含you这个连接词哦。比如这一题，请用几句话讲出亲好嘅3項運動。套用回答模式後，我親好嘅問題中的類別是運動，所以可以這樣回答：我親好嘅運動係打籃球、游水，還有踢足球。回答的時間有20秒，可在時限內加上一些輔助詞，讓分數高一點。比如加入偏休息，答案變成偏休息，我親好嘅運動係打籃球、游水，還有踢足球。我們再練習一題，請用幾句話講出親好是嘅3種句子。問題中的類別是親好是嘅句子。套用句型後，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：我親好是嘅句子係葡萄、西瓜，還有 tomato。回答時間有20秒，我們可以再多加一句話：我親好是句子，我親好是嘅句子係葡萄、西瓜，還有 tomato。